我本好数年嘅内地报道，今年要带大家来认识宜兰南丰澳嘅文史工作者廖太庆。南丰澳系一座小渔村，古田论5年没落，几多年路晒出去嘅，大家一路以来也系无限爱落实，至少有人提记录当地嘅文化历史。8年前起是全心落实提文史工作嘅廖太庆，路多多嘅去熟悉资料，了解故乡民族为所谓故事，更加以请好团大家分享南丰澳嘅人文风情。前20年呢，也廖太庆人提供自家年来去走安客，也讲莫怪以特别热情喜客，也特别好谈山歌。西西港口1到5船停地呀，面积长2平方公里嘅小渔村南丰澳，2次世界大战过后，因为渔业发展起来，人口迁到有2万人啥。维修渔船嘅铁工厂，每陆陆续续设立。公顺3层楼嘅三江铁工厂，民国51年成立，8年前停止生产维修过后，本档爱卖铁。过工厂从8年之期的廖新科嘅那夜廖太庆，盼得阿爸嘅心血就按样变做历史。古早嘅天将所有嘅东西买下来，原体保留，还将工厂整建变做世界文物馆。因为这边都是靠捕鱼为生的啊，所以大家面对的就是生活的压力，所以对外面的这种生活，大概看重视，对文化的东西其实没有人太多去琢磨。那我们也当然也透过花了一段心力了，去到处去搜罗，帮地方找下来。那7、8年下来，原来只是单纯的一个纪念馆，但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变成好像自己知道有一个责任在，就是为地方留下一些什么东西。本单球队地方文史都有兴趣嘅廖太庆，地铁工厂成功保留过后，还较成立嘅去研究家乡文化，运用文物馆地图嘅录像片，做每嘅东西还较记忆，带动外地人客来认识南丰澳。无疑是政府嘅资源，变做地方空重要嘅文史资料来源。还较精心规划嘅青渔规，而进一步带动南丰澳嘅观光发展。那当时他推出一乡一特色，宜兰有12个乡镇嘛，那南丰澳这个地区是一个台湾3大渔港之一。青旅因为全国产量95%在这边，而且我们做的罐头啊，吃的那个食物啊，可以说跟长民息息相关，所以我就推出一个用青旅当主题的一个活动。结果在1997年第一次办3天的活动，听说吸引了10几万人来参加了。同有才情嘅廖太庆，查封地方文史之外，同好写诗、写太诗。工作室地图也博大片有99张诗嘅对联，将南丰澳嘅风情描述到1万字。以下口语嘅字，按多年来增地，原来自家嘅走安客口台，都见未上手的。3个世界香料，4个世界改相总嘅加速吸收。为阿公阿祖那一辈的那一直到现在，没有一个人讲客家话，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是在前几年，我有一个朋友，那个王博士，他专门研究这个所谓的人类的这种人类坐标，也去查一查。那查到后来说，原来我们这个也是客家族群的。我们这个姓很特别的，姓。现在你叫我是廖先生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族群去世以后，那个神主牌上都改成张姓。对于念东宜兰大兵廖太庆嘅阿爸同朋友成立嘅铁工厂，见证了南丰澳千繁荣嘅岁月。一下啲廖太庆嘅3万大兵下，幫伊哋風貌繼續記錄南豐澳嘅人文風情。廖太慶講。璀璨文化聽出要有經濟來支持，好得補養一流以來皮蛋記，平常第一流做生理冇經濟，幾張做得安心美，第2流繼續美文化運動。下個新聞黃小空、齊碧玲、宜蘭報道。